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进段消息来看，民众党的发言人施千晴有上水的发言人的外号，互周刊来压料，甲国民党的大脑吴敦义第二后生吴祖文做伙过情人节、过耶诞节，搁来过生日。这民众党上水的发言人，甲前副总统的后生传出着新恋情，嘛将做另外一种的南北合作。那安尼哦，地方嘛有风声，讲这位施千晴将要伫个2024年代表民众党到屏东去选立委，但是民众党是来否认，讲并无相关的讨论。有些人是不要再透过媒体的报道，向外界塑造错误不实的舆论，刻意扭曲抹黑的言论，没有评论的价值。目睭大大蕊，伫咧去年9合1大选的时，担任当时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发言人的施千晴，除了讲话来检检，面膜真好看，网友拢甲封作是上水的发言人。人生得真水，施千晴今年32岁，拍翕过电视广告、戏剧等等。2002年开始担任民众党发言人，做过政坛声势真旺。地方听讲，伊要伫咧2024年前进屏东，不过对这件代志，民众党讲，即马也无相关讨论。伊的事业毋若真顺，感情顺嘛敢若顺。Q 周刊翕到当伫咧谈恋爱，那查甫主角身份嘛公开，就是前副总统吴敦义第二后生吴祖文。今年48岁吴祖文，2009年某过一段婚姻，即马红压了和施千晴伫咧斗，无论哪边立委拢来给祝福。我觉得当然很祝福啊！年轻的政治工作者确实在自己的私生活上，就如同我自己一样，可能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压力。像他们都是年轻人，也都未婚，应该都可以有机会就是交往看看嘛。我想这个交往应该不分蓝绿。所以他有交友的自由。那当然，如果是两情相悦，我们就祝福啊。一个是南洋大脑的囝，一个是白色力量的政治之星。施千晴对传闻无加讲啥，就算伫咧国会议场，国民党和民众党互相无咧让，不过两个人斗做伙，嘛正做另类的南北合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